他说要传噻，你不要去。他说他二妹已经7天7夜了，快8天8夜，9天9夜。那我们以前打电话找了这样，那没得7天7夜吧？没得7天之前吧？我觉得7天之前吧，没有7天了嘛。好了，走，这儿耍我的陪他们啊。什么声音这么大的声音？我马上走啊，开始跳了啊！喂，手机到外头去。我们就在旁边嘛。小朋友。是吧？虽然听不懂，但是我都觉得非常好听。想搞个名字啊，真的，天天都要听那个，就是天天听着一下就搞忘了。他放的 U 盘哦，里面有啊，拉车里面给我提过的那个都有，就是有个链接，不是1000多首歌嘛，然后在社区里面，各个 driver 那个，要不就是骨灰网盘里面有，你去下载了都有。啊，一会儿看哇，就是其实礼物都不存在哦，永杰会在这里，秋季永杰。还有一个什么扎西啊那些换水都不存在那些，就是像水象，但第一个都不存在。就是说有些跳的比较少的，比如说礼物比较少，比如说小珍珍呐，或者是洛桑那些，那个大家考虑一下的。那些经常在第一个都不存在哦。还有像那个河上取真就比较少，给他们礼物像。杨秀儿啦、永吉啊、扎西、秋吉、什么登芝那些，每天都可以，基本天天都在分第一个。就别人看哇，听歌就可以了吧？听音乐就可以了，不用看现场。声音看完了的吧？你可能要得经常去了。哎，要
要去转一下嘛。去我还没去耍过，不晓得啊，我不知道，可能跟他们去耍嘛。哪个去过的？那个你说那个有个都去过的？温泉路他们几个，他们几个都去过。哦，他们以前那个嘛，春熙路建平的嘛，他们都去了嘛。温泉路他们去年去过的。请他去了。啊，去年去过的。那个惨得很，那路上。他们说今年修路啊，有90公里在修路啊。都坐马来了吗？穿紫色衣服。今天去装车没来呢。小罗也来了，在旁边直播的。和李丽关系很好，这就是阿布多嘛。可以啊，走吧，放这吧，放这吧。我那儿有充电宝，等一下我来。你是把镜头朝前面可以了，镜头朝那个方向。啊。镜头朝那边。会翻吧？应该。不会。哦。这边吧。好了。有点虚。可以好了。
直接老刘来了好快嘛，好早。6组看得上开，已经进去了。对，我现在这个架了手机嘛。这个穿过几遍什么意思？去把衣服穿那件外套脱了，都是取证啊，一个大堂取证、香垂取证，一个格上取证，还有一个扎西取证，还有一个罗前取证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取证？还有大的取证，大取证就是唱那个跳那个旋子那个也是取证。小罗在旁边，小罗在直播呢，还没进来。小罗在苏拉的旁边嘛，苏拉也没跳。这么全啊！起码这边拍的话，至少要认50个吧。杨旭儿、刘琦后面西饶也来了。一趟走马坐上取证，然后是向前取证，扎西。文字、多桑，还有秋吉、认真、吴京、老福。后面是谁？后面左嘎来了吗？这不是左嘎，阿杜走嘛。这老顽童也来了。今天晚上巴德温布来不来不知道。成都高升桥啊，高升桥，境外中心，百度上面高德上面搜一下就到了。这边地铁站 A口、C 口都可以。5号线、3号线，还有2号线吧。对，叫老六也可以，老5就是我家木。这取墩儿来了，取墩儿，昨天穿另外一套。取真还拿错在广州。
撞到一起了。然后挨得太近了嘛，故意这样子。地铁18号线不知道，18号线是机场专线哦，是不是？那个一在高铁上面搜境外中心嘛，那个地铁站有出口的，一个 A 口吧，就在 A 口出来就可以，还有一个 C 口还是。反正那高中桥有几个 A B C D E F G， 有很多出口都可以。最近的好像是 C 口吧。微信老师，啊，我还是说的不负责任，你这个看我咋个不负责任？2个取证。往前面走。老顽童是叫抖音神父，拉萨的那个公园里面跳舞的那个，68岁，好像在那个后排吧。哎，跑哪儿去了？好像洗澡后边。小罗在直播啊，小罗在后面直播。今天没有缺席啊，小罗在后边，在苏拉旁边，他在直播。给你看一下小罗在哪个位置，看吧。哎，跑那边去了，跑那边去了。粉色老佛，我叫他老佛。Hello， 哎呀，现在好恐怖啊！老刘苏州那个地方不对吗？曲珍也来了，曲珍和曲尊儿，粉色衣服哦，登真嘛，登真，我以为说老福嘞，登真，我觉得还是做这个嘛，淡黄色的是秋吉。牵手啊，牵手！
就走了，就走不了。不行，真的他跟你不熟啊。他就会好多吗？他要分人嘛，对吧？他要分人，因为你太小了抱不动。没事，真的。好给大一动了，又不是一个，你又不是，他对你不熟啊，现在啊。他要分人，不用心了。你可以摸他，但是很好，对吧？太重了。你抱一下吧，可以吧？再抱一下吧。他要跑哦，要跑。他要分人了嘛。他要跑我嘛，他跑我，他怎么跑了吧？好吧。哎呦，好重！好重，他不让你跑，太重了。不是他不认识你，知道吧？他不认识，所以他不让你抱。上不来了吧？是我的狗狗，我抱了狗狗，我抱了小狗。沙漠还有雪珍、雪珍儿。请喝酒嘛，喝酒嘛，茅台。
罗嘛，小罗被直播了。一会儿就脱衣服了，他毛衣跳得不舒服。带钟来了，让他帮拿衣服啊，不好受气。锅子来了吗？锅子在后面的嘛，旁边这个是那个，芒果在前面。现锅之声，那个就是锅子嘛，看到没有？炸衣服那个。锅子叫发烧级的，骨灰级的发烧一个。小罗不存在申诉啊，他本来就是专门跳舞的。马日人群也来了啊！没看到，他们昨天晚上来了，清楚也来了，今天晚上没看到。确诊来了嘛？确诊来的话，他们应该都来了吧？我找一下啊。确诊了嘛？确诊我清楚刷最好的。这个马世群，哦有，我姐，到这儿吧，不来了。哎呦，王清来了。让拿获得一个清楚，哦不是确诊沙漠，应该是马日人清，这个拿不完吗？不是，这个是康猪才在灯在后面，这个是康猪啊。康宝在后面，这边，这个是。王清的后面，
好久没跳那个了，是红了。哎呦，戴个帽子哈，银座还有做嘛出名来呢？老板，看他们有睡觉觉吗？看。老魏来了，老魏。昨天夜市啊，昨天夜市全部排满了，是不是？这练体妹不在了嘛？我勇儿也来了，刚拿出上把戏，老夫，这个小鬼中学生嘛。还有那个小拉脆饼，张希拉回来了吗？糖猪猪还有青臭老五。对，没来吧？没来就没来吧。等会儿来吧，有可能等会儿来。
今天拍了，你看嘛人群嘛，小朋友，哦太多了，这个康叔和秦都来了，昨天来了的。被感染了吗？这是小罗、雨涵、白马、拜忠、雍真、老五跑前面来了，前面来了。英卓、小浪、扎西、本子、秋吉、莫桑、本真、吴京、王清、秦错、老佛，都是许多儿、确诊。沙姆、扎西拉姆、西饶、大永错儿、斯朗巴西、李永二、唐拉错、唐拉错、唐青，又来了，杨秀儿这个来了，杨秀儿。特别是杨拉，还有李汤卓玛、火上曲折、火上曲折、香球曲折、巴糖曲折、小罗嘛，叫罗罗算了，我的改名字叫罗罗。带走老五，蒋布，雍真，跟雍真姐矮了一些了呢，感觉音座高了一点呢。音座是吗？这还是康珠，那个原真叫是谁？长头发那个不知道。本真、王金、小王青、雨涵、秦错、老佛，这个高个子都是曲多儿、曲真、沙漠、扎西拉姆，哇，演了一圈又一圈，全部都念完了。
他们两个没拍过。还是让王青和那个秦臭拍写真呢，走秀。老福。虚荣，哑巴嘛，那个是哑巴，那个说那个。
4个小时跳。这样就扛不住了，休息去了。跳了将近50分钟，现在几点钟啊？还有20多分钟，有可能跳9点半都不知道。对，那个颜色都差不多哎，康珠和永吉都一样的衣服啊，看着感觉颜色都挺接近啊。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个的吗？永吉后面是小的，康珠都一样的呀，好难得呀，一样的颜色。手机没电了，不要充电。不要充电，没电了。哎呀，它充不了了，它是13吗？14啊，没有那个充电，没有那个接口怎么办？庆祝拍一个那个，等一下我问一下他来。你昨晚搞得慌我啊？昨晚上？啊？什么？昨晚上？你搞完了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的架子。哦，搞完拿了。我昨天也看到的。啊，搞完了，我就来电到那儿来。啊，对啊，我拿了，在那边他部上拿了。是，差点就我们是属于细心的负责。对，我那个都掉3次了。哦。我都搞完拿了3次。有个这个角度全部收完了，最好的角度。这个跳3兄弟或者是琼巴哎什么琼巴琼琼，琼巴琼琼来了。
了一节哦，这边。这个是取证一下礼物的，个人的。现在过得比较，哎，这边比较空了，看嘛，空了好空嘛，都跑香格里拉。这个我不跳。啊？哦，不跳。家人们点点赞，家人们点点赞，点了很。点点赞，亮亮灯牌。你每天都来吗？肯定每天来呀！你不知道我是每天吗？我靠你了！你不知道我每天都来吗？我没来了好多天了，1年多了。这个佣金今天变矮了一点。可以啊。哥哥，我帮你哥哥才浑身吧，那个抱了习惯了，真的早就习惯了。这个锅有点短，没事，2分多钟。哎，姐姐，这卓玛出名来的嘛，那3个比较高的。张希自己扫了，把镜头转给他。对啊，早就转给他了。他们3只小老虎嘛。张希自己扫了。他叫舞王的嘛，扎西舞王。就这样子，转过来一点点。啊，其实你薯片不存在，都可以收完了。哥哥是大猫噻，哥哥是大猫噻。这里要穿一样的颜色。去这儿我清楚。去这里。3个都在一起。哎，徐国子还不跳了吗？
小梨窝，你没记错小梨窝，太多了，每个都有小酒窝，酒窝吧，小酒窝吧，小的酒窝有好多都有。那今天折了发型，像个发型高手。折了3个小时的发型，我折的。啊，不是他已经缴了的吗？一点都不昨天不就像考试的吧？这金川国庄哦，金川国庄嘛。金川国庄。跳那个要开始跳了吧？哎呀，康珠和灯子在一起了。105吗？金川吗？或者105嘛？这个？金川的嘛？金川国庄。这个园子叫啥？他认识我不认识他嘞。金川国庄。4段嘛，第3段好忘了。快点来吧，给他跳。他退回去了，就这么远啊！他们那个像。对，金川国庄第4段嘛，第3段搞忘了，应该第4段。老师。退回去了。甩手，那推了很多哎，推了10多20步哎。有点后面。再来一个。刚刚9点。看到了，可久没了。妈呀！都可以跳到妈妈最练了的嘛。这个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
第一个。没有，现在几点钟？今天我10个。今晚上还练不练？还练嘛？这叫什么名字？这叫金川国中。金川国中。新出的国中。对。还有几节？哎，永吉，这是第几节？第几节？第1节。这个就跳不了。
锅庄一样，我们锅庄有4段嘛，有个什么直播啊，反正也就是一个模式，4段，金刚尾有9段那种。锅庄有那个什么，反正有喜欢跳的好像叫直播嘛。也可以这样说吧，反正有4段。差的有点对我9点半出去了。有点长，那个前2段都将近8分20多秒，应该这4段加起来应该有15分钟左右，至少15分钟。9点多，9点过6分了。跳不跳吧？跳9点半都可以，就最后一关。再跳一个。你昨晚练的那个吗？昨晚练的那个。不能拍手机，这是团队所有的规定，因为手机人太多了。因为我们摄影师在里面人本来就多了，外面可以拍，外面可以拍，里面不能。看左脚。看吧，我们看去老的有什么表情的？什么表情？练舞吗？这个是好玩，比较好玩。跳了算了啊，那已经都拿东西了，都收拾东西了，他们不跳了。快 ，OK， 上看书吧。我这边也在看了嘛，因为我这边我看的是我这边手机。太厉害了哦，你这。这边落步，脸红彤彤的，漂亮。对，这衣服穿现在温度比较高了，对，18度。对。去2楼耍吗？待会儿去耍吗？你们在旁边去玩吧。对，走。要去转一圈吗？对，要去转站了。等会儿过来，他们要去练习舞。去哪儿嘛？中国移动。中国移动。你们还要去练舞的嘛？啊，对。对啊。哦，你要去？我时间都过期，10号就表演了。啊，你们16号过去。家人们，我们漂亮的主播回来了。呀，自己说自己漂亮。本来就漂亮啊，他说的。可以的，我将近600人了。今天有600人。啊，那个他那个，他那个，他是还有600人噻。他就说怎么这么多？他说，星期2周末要去。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金川。我要钱就要去吗？你要开车去吗？我没有，我问你好久。我要去啊，我要去，我他们团队就我就去。15号。当然到时我们一起去嘛，我罗上他们。一起。这个上次去的一个样。一样的嘛。
喊你去，我说你去不去？金川丹巴他要上班了嘛？他说你到上学嘛上班啊？他说要上班。我也想去，他我9月份。我现在那去嘛，你去嘛。对啊，你那个你可以去。要去金川吗？我倒是没事的。 3天哦，他们好像去3天。对，还有丹巴，丹巴那边20多，23号还有音乐节。你跟着那个23号那个金川音乐就不节。去了，冷的要死那边。音乐节。丹巴那个音乐节，我去年看过他们那个发的视频。啊，真的。都不怎么样嘛。这个地方高，海拔高。青阳宫去不去？到时候去，等会儿去，马上等会儿去，啥时候再去？超的路。现在要刷一会儿。现在青阳宫一般跳到11点半，现在已经锅子已经过去了。现在，结果是我们去锅子来了嘛？锅子来了，对啊。我自己已经到现在去走。真的吗？你耍会儿嘛？明天这就不能跳了。你苗子不能耽误啊。明天就不能跳了。明天这儿不能跳。明天不能跳了。明天，所以今天晚上先去看一下气氛，然后明天继续明天还有江西节那明边天晚上还是有那个气氛。可以江西的跳。江西节、青阳宫都可以跳啊，只是说没通知。那天前2天你在江西去？走了。昨天。走了。你不走啊？他要去青阳宫，你去青阳宫。等下去。你去吧，你去。我都去嘛，他不去啊。我等会儿去，你去青阳宫噻。我等会儿去那边，我要去2楼去看一下，然后再去他们练武那边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你在哪儿？哎，走嘛。等一下，我刷一下。要去青阳宫，他们说怎么我也去跳一下。明天开始就不能跳。我也录一下动啊！我要录一下他，好久没录了。他已经去了。见了之后感觉要胖乎多点啊！好久没望他了。一晚上你们就快要到青阳宫了。江西节有可能，也有可能是江西节，有可能江西节。江西节那边有梅朵多老师啊，有那个那个九美那些都可以。要去青阳宫跳舞，他们都去青阳宫，你去不去？我暂时不去，我等会儿还是要10点多就回去。啊，你要回这么早？明天上学嘛，娃娃要上学。8点10点半，初1，我初2。都初2啊？初2。哎呦。初2了。原本是上学啊。看他一直在看你，好兴奋哦。对啊，他一直看到那个。不看他。他一直盯着我那边。不让他看，他看他脑壳都在编。看他脑壳，他一直在看。没有，那你是16号嘛？这2天你还可以去的，去那个江西节噻，西门桥噻。要啊，明天到这儿就票，你还要跟那个联系，跟那个刘娟和那个梅朵多联系嘛，让他送去电话。哦，我有一天去，我那天，我都好久没来。要不要报？我有好多天哦，我3、8节开始就没来过。我都好久没来了，就没来过境外了，嘎。你不来人很多啊，每天都人很多啊。我晓得啊。康珠啊、青他们都一起都来了的。 3、8节开始。永春儿。我们2个跳。都来了，看一下这边。3、8节。他们要去排练。我这几天都在青阳宫，然后不是有一天又下雨呢。啊。本来要想来个，然后7点钟又下雨，又没来成。反正好几天放在哪里？首先，我那天去了江西会，星期六，上个星期六去了江西会。走楼上去看看嘛，等会儿再过去看他们排练。你要去看？